我在老挝待了13年，我接触到的人当中80%以上都是老挝本地人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不知道来老挝比较久的朋友们有没有发现，老挝人很不爱哭，不管是老人去世，还是那些意外、火灾或交通事故现场，甚至很多中国人在老挝生小孩，都能明显感觉到在老挝出生的小孩很少哭。有同感的朋友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一下。今天我主要讲的是老挝人的丧事笑着办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老挝非你所想。现在视频中大家可以看到，是我一个好朋友，他的岳父去世了。刚刚去世的时候，他的那些儿子、女儿、女婿也是流眼泪，但是很少有那种放声大哭的。现在是请和尚过来念经超度，到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哭的人了。更多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很平常的聊天，甚至拿着手机拍一些照片分享到社交平台。这边老人去世，一般儿子或者说比较亲的侄儿子，他们都会剃度出家一段时间，根据每个人的情况，3天、7天、3个月、1年的都有。至于老挝人，亲人去世了，没有那么放声大哭，这里我先不做解释，让网友朋友们自己去思考。在这里，我想插一个小故事，就是我们在中国同一个镇上的一位杨叔，他妈妈去世的时候，他是一滴眼泪都没掉的，反而在陪着亲戚朋友喝酒聊天。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杨叔的妈妈在床上瘫痪了10多年，杨叔是一天都没有离开过，亲自给他喂饭喂水，端屎端尿，只要是他妈妈想吃什么，他都是亲自为他妈妈做。只要是听说有什么东西吃着对身体好，他都会不管多贵都去买。杨叔也是我们整个镇上出了名的大孝子。他妈妈去世以后，他跟所有的亲戚朋友说，一切从简，也更不允许家人哭。后来杨叔的事情传开了以后，我们那边很多老人都在讲，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其实都应该像杨叔这样。有些人在父母活着的时候不知道孝敬，等到父母死了以后，你哭得再大声又有什么用呢？听到这里，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，在您的身边有没有碰到过这种人？父母在世的时候非常的不孝，但是等父母去世了以后，哭得比谁都大声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在父母长辈生前的时候不知道孝敬，等到父母100年之后，哭得再大声，丧宴办得再隆重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在节目的最后，还是我们一起来学习几句简单的老挝语口语吧。父母、พ่อแม่、兄弟、爱弄、姐妹、爱弄、和尚、顾把、生命、ชีวิต 去世、เสียชีวิต 去庙里、ไปวัด、和尚、ครูบา、布施、打把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分享。老挝非你所想，带你了解一个真实的、不一样的老挝。拜拜，下期见。